遺產捐贈同埋保單捐贈都係好好嘅祝福方法，可以延續愛心，積福積德。人際會將收到嘅遺產用作支持各項慈善服務發展，你亦都可以指定心目中想支援嘅弱勢社群。我係非常之欣賞仁濟醫院多年嚟全心全意為社會服務，所以之前我訂立遺囑嘅時候咧，我就決定將大部分嘅財產捐俾仁濟。除咗捐遺產，原來好多人都唔知道人壽保單一樣可以用嚟捐俾仁濟嘅。做法好簡單，只要喺保單入邊將仁濟醫院列為受益人，再俾保險公司批核，咁就完成㗎啦。